話咗唔講又講，睇完呢波，跟住終於喺度等緊嘅時候，聽晒你個訪問啦。又係呢對非常荒謬嘅非常父母啊！呢對自稱學歷高啦、高質素嘅非常父母，成日都接受唔同媒體嘅獨家訪問。但係正所謂講一個大話就要用100個大話去遮掩，佢哋可能以為香港人冇記性，竟然喺短短幾次嘅訪問裏面自相矛盾，口供前後不一。正式嚟講，佢哋做咗3次嘅訪問，3次都有唔同嘅答案。呢啲喺專業嘅刑事調查裏面呢，就叫做誠信徹底破產啊！今集我哋唔重複講返之前嗰啲公屋政策啊，或者36個月嘅保護令。今日我哋淨係 focus 佢同歡姐嘅訪問。我哋又再一層一層咁撕剝洋蔥咁樣揭開你哋嗰啲利己虛偽冷血嘅哲學。我係法國妹，歡迎收睇收聽今集嘅心思思，都係繼續講非常父母，我真係鍥而不捨啊！希望你哋中意，記住 subscribe 我 channel，like 啲條片，唔好咁孤寒啦，記住留言俾我添啊，唔該。首先前幾日最新嘅訪問出嚟啦，關小姐好似擺出一個超然脫俗嘅姿態，係咪啊？佢仲話自己係融匯咗呢個儒釋學同埋中國佛教嘅哲學為主。當主持人問到佢當年大女喺芬蘭因為腦膜炎同埋心臟病嘅歷史悲劇嗰陣，關小姐居然好淡定，甚至我覺得佢有少少自豪咁講：大女離世嗰陣時候，我冇喊。關小姐，你以為你咁樣喺度展現一啲話，我一滴眼淚都唔流出嚟，呢啲叫做看破紅塵、四大皆空嘅大師級位別咩？我話你知啊，喺心理學同埋人類基本嘅生存本能啊，呢個唔係叫做超脫，呢個叫做極端嘅情感障礙，係從頭徹尾嘅冷血。佛家就講慈悲，講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一個真正修佛嘅人，望到一隻螞蟻受咗傷，都會心痛。你面對自己懷胎10月，係因為你哋拒絕呢個現代醫療，拖延啲黃金時間去救 Constance。你將你自己嘅親生大女令佢折腰啦。你居然話一滴眼淚都唔流？你口中講嘅咩佛教哲學啊，根本唔係咩信仰，而係你用嚟逃避疏忽照顧致死罪嘅罪疚感。呢個係你嘅 defense mechanism， 你自己嘅精神防禦機制。你因為根本唔能夠面對你同曾先生親手害死大女嘅殘酷因果，所以你淨係不斷喺度催眠自己。我唔喊，因為我懂佛學，因為我懂科學。呢個唔係佛學啊，呢個係分明係你自己走火入魔啦。你用佛學嚟包裝你對親生骨肉生命逝世咗嘅麻木不仁，我覺得簡直係對佛教嘅最大侮辱啊！好啦，而家我哋就用佢哋自相矛盾呢個最新訪問嗰個原話嚟擊破佢哋啊！矛盾第一點，曾先生，你之前喺訪問係咪大隻講啊？你自己話同阿關小姐好多積蓄㗎喎，仲話絕對夠養大阿 Danny 仔去到3歲喎，大家記唔記得啊？點知去到今次嘅訪問裏面，你居然又淡淡然咁講，而家要出嚟去考呢個救生員牌去搵錢喎。曾先生，你前言不對後語喎，到底邊句真邊句假啊？如果真係有積蓄嘅，你一返香港即刻就嗱臨去請律師打官司，搶返個女，搶返個仔啦。點解會走去考個時薪啊日薪計嘅，又要用體力勞動嘅救生員工作啊？我淨係想講，你所謂嘅大把積蓄根本就係吹水。你哋嘅資金鏈而家根本就已經斷晒，逼到你要出嚟揾基層嘅工作揾食，唔好再喺鏡頭面前，唔好再喺大氣波面前去衝大頭鬼啦。矛盾2，大家記唔記得啊？當日 Danny 仔一入收容所，跟住發高燒入咗東區醫院嘅時候，你哋兩個唔係兩夫婦啊，係兩位喺醫院門口大吵大鬧，又同啲拉住啲記者，又係咁要做訪問，仲要流晒眼淚喺度指控社工。曾生，你當時候言之鑿鑿咁話嘅，一劑人腦就可以搞到阿 Danny 仔退燒10個鐘頭內嘛？呢啲係你將現代醫學據為己有。點知去到第3次訪問，你又講啦，今次你居然係180度轉變啊！你話自己好相信香港嘅醫療體制啊！
唉，呢個直情係大型嘅精神分裂症現形啊！之前為咗咩反疫苗啊，為咗拒絕呢啲現代醫療監管啊，喺醫院大吵大鬧，喺將呢個醫學咧就踩到一文不值。而家面對香港法庭36個月嘅保護令，你又覺得你可以隨時改變啊？仲有你仲要面對嚟緊嘅刑事起訴疏忽照顧罪，你哋知驚啊？於是就嗱臨喺呢啲傳媒面前改口風，仲話好相信香港嘅醫療體制。你嚟想點啫？你哋啲立場轉得咁快嘅，到底邊句先係真心話啊？定係你哋由始至終都只係一對因為因應呢個形勢而講大話嘅一個利己嘅主義者呢？睇埋你哋外國嗰啲法庭嘅判詞，同你哋之前嘅報道事實都好有出入啊！二女 Lily 喺外國2歲嘅時候，你哋完全唔俾佢接觸主流社會，亦都冇常規啲教育，例如你又冇帶佢去 playgroup 啊等等。但係喺最新訪問裏面呢，你哋好似突然間好似變到好大愛咁啊！又話 Danny 仔將來一定會接受香港嘅正式教育，仲會返正常嘅學校。關小姐，你唔好擺出一副好關心個仔嘅學業嘅慈母形象好唔好啊？你哋連個仔最基本嘅出世紙都唔肯去登記，你想喺法律上邊令到佢成為一個唔存在嘅黑市隱形人。喺香港一個冇出世紙冇法定身份嘅黑市人口，點樣去報讀正常學校呢？點樣去接受香港嘅正常教育呢？你哋由始至終都係想將個仔匿埋收埋喺呢個體制外面。而家法庭判咗你哋冇呢個監護令啦，你就即刻喺啲傳媒面前咧就畫大餅，話會送翻佢去正常學校。你呢個大話真係好 low 啊！講到 home birth， 你哋嘅藉口更加千奇百怪。之前口口聲聲話，之所以唔去醫院生，係唔想因為其他人見到阿關小姐嘅私處。點知去到最近第3次嘅訪問呢，又改口嘞噃，又話 home birth 咧就唔係啲咩疾病，所以咧生仔就唔使去醫院嘅。曾先生，你仲繼續喺傳媒面前吹噓，話自己有啲咩急救嘅醫療知識啊，又話自己兩夫婦咧都好鬼熟悉啲中醫啊西醫嘅醫學。曾生關小姐，你哋真係不學無術啊！到底憑啲乜嘢程度去侮辱現代醫學同埋中西醫呢？你哋如果真係有急救嘅醫療常識，真係熟悉中西醫，當年大女喺芬蘭患上呢個腦膜炎同埋心臟病嘅時候，你哋憑乜嘢去拖延呢個黃金救援時間，拒絕呢個現代醫療呢？係咪由得一條無辜嘅生命夭折呢？二女呢，周身呢個 asthma 即係濕疹，你哋居然攞中醫嚟醫佢，仲有啲牙齒啊！聽講話你都係用中醫醫佢嘅，你哋由始至終都只係喺網絡上邊睇到啲一知半解嗰啲所謂偽科學啊，或者啲自然療法，你又自己覺得自己係一啲中西醫嘅專家，一陣又話因為私隱而唔去醫院，一陣又話生仔其實唔係咩病，所以唔使去醫院。呢啲前後矛盾嘅歪理，根本就係你哋用嚟推搪刑事疏忽照顧兒童罪名嘅，又講啦，遮醜布啊！曾先生，你一邊講自己係一個好高學歷嘅專業人士，一陣又話大把儲蓄，一邊呢就喺香港嘅體制下呢，只係可以去考一個救生員。關小姐，你一邊呢大談大愛，一陣又科學，一陣又佛教，一陣又哲學，一邊呢你仲可以話你同對大女嘅死，你係一滴眼淚都唔會流，連自己細仔出世嘅登記都拒絕辦理，呢啲唔係叫做咩被體制迫害啊，呢啲係叫做誠信破產、口供前後矛盾嘅大型精神分裂症啊！你哋好擅長用啲好高尚嘅詞彙啊，上次用啲咩聯合國兒童公約啊，跟住又用啲唔知咩人權啊，今次呢就用儒釋道啊、佛教哲學啊、科學方法呢嚟掩飾自己，呢啲喺社會學上面係精緻嘅利己主義。你哋瘋狂接受呢啲咁嘅親子啊、媒體訪問，無非都係想喺網絡上邊繼續建立一種有深度、有思想、被體制打壓嘅悲情導師形象，從而令背後嗰啲盲目相信你哋心甘情願，仍然去繼續供奉你哋、繼續幫你哋眾籌嗰班人。但係而家嘅社會
法治嘅體制已經係重重話俾你哋聽，你哋嘅大話已經講完啦，你哋偽善嘅糖衣包裝已經完晒啦，徹底撕碎啊！36個月嘅保護令只係啱啱先開始，你哋繼續啊，你哋繼續等下啦，將會係刑事疏忽照顧兒童罪名嘅終極審判嚟緊噶啦。多謝大家收聽今集嘅節目，我只係想將我啱啱聽到嘅訪問好快咁同大家講出我點嘅睇法，希望大家鍾意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